環境都幾好。中國話得嘛？我同佢介紹係嘛？呢個就我太太。呢個就弟女，呢個就第二女，呢個第三女，呢個第四女，呢個拉士，呢個就17歲，呢個就15歲幾，呢個呢13歲，呢個就11歲，呢個就9歲。嚟香港嚟住呢度兩個幾月啊，2個幾月啊，歡喜。環境都幾好，或者係一種自然嘅活動嘛嚇，一種佢又連埋呢個都收咗。呢一陣呢班邊個打嚟啦？幾多個電話？係聽電話係咪？佢而家嚟啊？邊個？